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初6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央气象局唔来发布闪电风台的陆上警报，提醒台东、屏东各高雄、台南的民众都要警觉。美国总统大选开票的争论，拜登是提醒支持者就要冷静等待结果，川普总统是搁再支持对手做票。国民党的立委搁再党唔予苏贞昌院长报告，批评行政院的发言人插手盗做网络咧传的图来攻击在野党。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闪电风台上届新的动向。目前风台的中心点是伫咧鹅兰片南边的海面，西北西偏西边沙震动，暴风圈也渐渐砍入来台湾东南边的土地，对台东县、甲兰屿列岛，搁有屏东县、甲恒春半岛，含高雄、台南这边面，确实拢会造成威胁。咱来听中央气象局上届新预报的内容。气象局在今天下午2点30分呢，还是持续针对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从最新的资料显示，闪电台风现在距离台湾非常的近，它的位置呢，只有距离鹅銮鼻的南方大约60公里的海面上。它的暴风半径呢，正逐渐进入恒春半岛跟台东地区，所以它的警戒区域呢，在海面上包含了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那陆上警戒区的范围呢，则包含了台东、屏东、高雄以及台南，都会在它警戒的范围之内。第一个就是今天是台风最近的时候，所以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而且进入陆地，那各地沿海的风浪都会逐渐的增强。东南部的沿海的部分呢，今天都还会有持续10级以上的强阵风出现。所以除了强阵风之外呢，海面上的风浪也比较大。另外呢，还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长浪的区域呢，包含了我们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绿岛、兰屿、恒春半岛跟西南沿海，以及澎湖呢，都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是啦，中央气象局唔但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特别提醒台东、屏东甲恒春半岛，搁有住伫咧高雄、台南的民众，拢着要提高警戒，注意落大雨、透大风，因为闪电确实就是今仔日上界挖紧。接近中昼，台东南市风雨真大，未少店家提早将铁门摇落来，便利商店抑搁将风台板关起来，路顶是阴阴清清，只剩少数的店家抑搁营业，暗过食物件拢备备了了。南市农会火价顶悬，差不多拢空了。轻度风台闪电接近台湾，台东、台北风影是一波接一波。中央气象局继续发布陆上风台警报，风台伫礼拜五是上接近台湾的时阵。今天呢是一个是在闪电台风最为接近台湾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呢海面上的风跟海面上的浪都会逐渐的增大，所以在我们的西半部的沿海。那在东部的沿海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呢，都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在花莲外海也有渔船迎风景咧掠鱼，海边也有民众咧看海影，是非常危险。气象局预测闪电风台24小时内，主要降雨也是伫台东、花莲甲恒春半岛地区，雨量上悬是有450毫米，也伫警戒范围内。台南、高雄是以强风的影响较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目前模式预测，未来10天可能也有热带扰动形成。在菲律宾跟李宋岛附近其实因为伴随整个反声音的大环境，所以那边的一个低压扰动的一个现象会比较活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10月份台风生成的比较多。那这样的状况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持续到11月乃至于12月。气象专家表示，因为这个季节北边的冷空气较强，所以11月台侵袭台湾的几率较小，不过也有机会。有观测记录以来，闪电风台是史上第4个到台湾的11月风台。所以气象城风台是不是可能会过来台湾？要搁等时间搁较接近，才能预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屏东县邦山、西仔、牡丹、满洲，搁有车城、甲恒春这寡乡镇，今日拢停止上班上课了。县府也已经开设上关卡的第1级灾害应变中心，总是早起游园有游览船载人客要去垦丁南湾的海埔畅水。主管机关当嘛表示，因为海上风台警报都已经发布那真是查到这款情形，都要处分。
虽然还未开始落雨，但是屏东南湾的风影已经渐渐变大。远远所看到一只船倒伫海上，风台闪电来袭。屏东5号已经陆续发布海警甲陆警，但6号透早后壁也是有业者在溪到南湾附近掺水。虽然它是游戏活动，因为它未达7级以上，所以目前还是可以出港。所以我们在后壁屿渔港出港的时候，同仁在安检的过程中，一样有做相关的柔性劝导以及做搜证。如果发布台风警报的话，也都禁止潜水，至少可以用国家公园法来裁罚3000。恒春海巡队透早已经出动戒护，要求船开等于后壁湖渔港，由警管处裁处。透早屏东南湾因为还未落雨，也是有游客来到海边看风景。今天原本是要夏天要到海里去看生物，对，取消。开始我们本来计划是要来这边露营，可是看到了那个台风要过来，所以我们就把营位取消掉，改成住民宿会比较安全。垦丁大街透早游客无济，包车的司机表示，受到风台的影响，包车的订单差不多减少2成。因为有台风警报了，可能就一些客源就也是会取消一些行程之类的。垦丁大街的旅馆业者表示，即马是淡季，游客本来就无济，对大房率无伤大的影响。但中昼开始，南湾甲垦丁的风雨渐渐变大，提醒民众若是要来到附近，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陈焕武、面交馆屏东报道。闪电风台逼近，按算较换连台南市这边风雨也会加强。真侪做事人有的顺排水，有的看篷布，就是惊喺建造损害去。早起市府嘛已经共款开设第1级的灾害应变中心。黄伟特市长也讲，抽水机、炸水板甲沙包拢宽去到位啊，雨若莫伤过猛，应当就袂有大灾害。轻度的风台闪电是拢台湾，6号上午都有可能接触到台湾的陆地。预计暗时台南风雨是渐渐增强，一透早台南地区真侪农民嘛开始准备风台的工作，有的是顺势排水系统，有的是加固，确保风台来的时阵会当降低损害。我们在台风来之前，我们就会把一些排水的管道啦，都会巡过一次。就有报风台，我是讲知影呾知了。惊要扣着风，咱帆布啊放了，安尼风较袂去甲扣损害着啊。因台南嘛起予中央气象局列入为警戒范围，台南市府灾害应变中心6号上午嘛提升为1级开设，并且加强风台准备。那目前为止也盘点了所有的这个抽水机组，还有相关的防台应变的这个设备，包括挡水隔板，包括沙包，这些都是。已经这个就定位了啊。那我们希望说，带来适时的雨量，但是不要造成灾害。台南市府进一步表示，过去的饮水热点都已经做好定位，加上这2-3年来嘛做了真侪水利工程的设施，就盼望莫带来伤大、上低时阵的强降雨量。另外，针对民众所关心的台风假问题，市府嘛会尽量配合民众的时间，提早公布。记者王正훈台南报道。来关心国际上要紧的消息，综合国外主要媒体的报道，咱看到美国的总统大选，目前民主党提名的Joe Biden已经摕到253张选举人票，比较现任的川普总统213票，犹原领先。但拜登公开提醒支持者，都要冷静，用耐心等待结果。川普总统是搁再一摆指责对手，根本选举就是做秀。美国总统川普初5伫白宫开记者会，指控民主党人想要操作这摆大选，佮指出各地出现选举作弊，不过拢无提出确实的证据。If you count the legal votes, I easily win. If you count the illegal votes, they can try to steal the election from us. Joe and every Democrat to clarify that they only want legal votes, and I want every legal vote counted. We want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no secret count rooms, no mystery ballots, no illegal votes being cast after Election Day.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which will be reported very shortly. There's tremendous litigation going on.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也发表讲话，表示对目前的情势感觉真好，算票结束就宣布胜选。Each ballot must be counted,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see going through now. It sometimes requires a little patience as well. So I ask everyone to stay calm, all the people to stay calm.
川普进前推特大文停止算票，投票日了后，任何选票拢被当算入去，被推特标注内容争议，而且可能误导。目前伫落实川普，伫真侪拜登赢胜的关键州，比如威斯康辛、密西根、宾州、乔治亚甲内华达，拢提出诉讼，表示选票有问题，要求停止算票，重新验票。不过，伫密西根甲乔治亚的诉讼拢被法官驳回。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总统大选开票延前，川普总统阁指责对方用小人部做票，这也引起双方面的支持者纷纷行上街路。伫咧美国第5大城市菲拉德菲亚遮，两边的群众就互相对阵，发生口角。搅城拉斯维加斯这边，也有听川普总统的选民包围开票所，抗议对方要偷摕大选的胜利。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还未出来，川普甲拜登的支持者还阁伫咧袅袅看。川普这几个摇摆州计票的作业，是互双方的支持者情绪真紧张，就连刷去街仔路示威，表达因的不满。伫咧宾州费城闹热的所在，川普甲拜登的支持者徛伫咧街仔路的两边，去互炸烂，还阁有骑铁马的警察架互开。不过，还是有人伫遐一句来一句去。It is despicable what they did election night. The mainstream media took over the narrative. They shut down the counting of the voting because they knew Trump was winning. They shut it down and then they started counting invalid ballots. Every vote counts. It's not because you voted by mail that you don't deserve to have your voice heard, especially not during a pandemic where not everybody felt safe or comfortable voting in person. So it's obvious, every vote counts. 另外一个关键的摇摆州亚利桑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拜四暗时已经开出86%的选票，其中拜登的票差不多是领先川普2%。支持者出现伫川普的阵营，甲伊加油甲鼓励，讲要伫亚利桑那州摕到胜利。伫纽约，民众去街仔路要求爱计算每一张选票，选举时出现动乱的情形，至少有50个人去互警方掠走。若真正的原因，目前也无明确。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受川普的支持者去计票中心外口，这个对手伫咧大选村卡出手。川普阵营表示，针对这个州相关投票的乱象来提告，包括出现下周投票，也阁有死人投票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赶紧来关心上届新的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又搁新增加4个对印尼和墨西哥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其中有3个是印尼来的劳工，另外就是去墨西哥做头路一个咱的国民。目前国内计共是574宗病例，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有新增4例的境外一路的武汉肺炎的病例啊，分别从印尼跟墨西哥入境啊。那所以在案571、572、573啊，都是来自印尼籍的女性，那年龄介于20多岁到40多岁。今年的10月22号搭乘同一班机来台工作，那入境也都没有症状。那有3名个案是在最后在期满。检疫期满前才验出来哦，所以也没有跟人家接触，因此没有匡列接触者。再来是案574啊，是本国籍的20多岁女性，那是今年2月啊到墨西哥工作。那目前掌握个案的同机接触者31人。11月初9，今年度世界卫生大会现场的会议特别举办。欧洲联盟的议会，还有英国、德国、法国这寡国家，对台湾较支持的国会议员已经组织做伙，拢总集25国644个议员联合签名，发配信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主张就要让咱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大会。很多的国家或者议员相关的国会议员都对我们表达支持了不过还要看后续的情况。包含早前来到台湾访问切克共和国参议院的议长，也有签名在内。这项批信的内容，一来赞叹台湾对动传染症表现好，二来也望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 Tedros 谭德赛，就要实现伊所主张的迄句话：，若袂当做甲人安全，就是无人会当安全。引准台湾去参加会议，外交部也对欧洲这寡国家声誉表示感谢。
再来关心政治，讲早起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第7摆占发言台，党务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报告。另外，因也特讲行政院的发言人插手盗走网络伫咧传的图，攻击在野党，甚至也有立委直接去地方法院控告苏贞昌失职。总是苏院长也讲，美国牛肉伫咧马英九政府的时代就开放，可见正肉精若限量使用都无问题。初六早起立法院议会，国民党第7届占领质询台，主动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不过，这届国民党占领议场摆出来人形的扛棒，还佫加出第5个人，目标是指向行政院发言人，要求丁一鸣爱落台。尊称院长道一个歉，那么困难吗？行政院发言人士搬到这里来啊，做梗图攻击在野党，这个严重的侵犯国会议员的职权。国民党立委嘛大动作，去台北地方法院饲粮啊，要告苏贞昌渎职。因为把行政院当作网军的上游，那所谓的网军国家队是拿来洗台湾人的脑，是用大家的钱来洗台湾人的脑。国民党团抗议进口有300种的猪肉，已经第7届主动质询，嘛批评行政院饲网军国家队，甲在野党造乌。不过苏贞昌唔若替幕僚讲话，针对美猪美牛的议题，嘛强调讲，马政府开放进口美牛拢已经8年啊，可见来去多半伫一定的容温带以下，拢真安全。杯葛行政院长什么权利？反而是放弃了立法委员自己的权利，却要做得很好的最基层的年轻工作同仁，要他们来下台，都是本末倒置。我希望是国民党列车该停就停了，这种没有票房的无线列车不要再开下去了，拜托。他们现在占领的不是民进党的发言权，他们还占领了包含时代力量党团，包含民众党团。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是公开讲，行政院资权小组已经7个月拢无开会。苏贞昌解说讲，伫咧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行政院减少几啊百个人的大型会议，改做机动性专案会议，包括治安、食安、儿童甲青少年等等的议题，而且还佫有更较侪会议持续进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早起中央选举委员会针对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提头所提出的反对有去落着正肉精的猪肉这项公投案举办听证会，要论讲这站敢算是重大政策的复决案。总是林维洲立委也指责中选会是伫咧拖时间，因为明年正月这条案若无开始第2阶段的联署，就袂赴8月公投登票了。中选会初六针对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提出反300种猪肉公投提案举办听证会，讨论这个案件敢是有符合公投法内底规定的重大政策的复决案。不过林维洲质疑讲，中选会是利用听证的天数，要签公投联署的日程。中选会没有权利审查说已经符合公投法里面规定的公投事项，他利用这个听证的程序拖延时间，叫我们一再补证，然后到最后让明年8月份的公投日来不及联署，等于是扼杀民主、直接民权的一个罪魁祸首。因为中选会认为讲，开放有300种猪肉的9项行政命令，还佫伫咧立法院审查，敢是会修正或者是废止，也未确定。也若重大政策的复决，条件必须是已经或者是伫要成立的政策。也若参与听证会法律学者是认为讲，开放美猪已经构成重大政策的要件。行政院主动在第1天开议的第1天，109年9月18号就专案报告。那我想这个应该可以被理解为定位成，至少就行政院的立场而言，它当然是重大政策的改变。因为我们不是锁定在法规命令，现在通过了还是还没有通过。我们的重点呢是要不要开放呢？有来参加的农委会甲卫福部的官员是认为讲，公投案的主文也有理由书的内容，也有疑虑，应该要做修正。除了莱克多巴胺以外的乙型受体素或者是瘦肉精，目前还是禁止的。对于禁止的事项，要去公投同意禁止，这个是不是属于公投的项目？听证会会讨论这项公投提案相关争议的问题，也有敢有需要补正的内容。若按时程来看，国民党爱伫2021年1月份展开第2阶段公投提案联署，才赶会赴8月28日投票。记者综合报道。
咱搁来讲，今日早起，中国的官方用纪念5当前的11月，马英九和习近平双人会面这个名目举办研讨会。国台办的主任刘捷义搁出面强调讲，两岸若要直接，就无可能闪过9·2共识。总是咱国的陆委会也指出，这项活动就是咧统战。不过早起，马英九基金会也用同款这条5周年的名目，伫咧举办活动。2015年11月7日，马英九甲习近平伫新加坡见面，两个人握手81秒，会当讲是两岸历史性的时刻。到要满5周年的前一天，中国官方透过纪念马协会5周年，头一届举办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中国海协会长张志军强调讲，若无9·2共识，两岸协商谈判就无可能恢复。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义嘛表示，若无针对9·2共识进行对话甲沟通，是袂用的。不过，陆委会认为讲，活动的本质就是对台统战。其本质就是对台统战。北京当局提出的习5条，已将9·2共识定义为两岸一中，共谋统一。台湾多数民意已坚定拒绝一国两制，这是中共方面必须认清的事实。马英九基金会嘛要举办马协会5周年的研讨会，去互外界质疑讲是甲中国咧互相呼应。永年担任马协会7个人小组之一的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金认为讲，永年的马协会是促进两岸和平真好的参考。伊嘛甲执政党发声，爱召开蔡协会。2次马协会不重要，1次蔡协会比较重要。因为蔡英文现在是总统，他如果能够跟习近平见面，化解现在的紧张，对台湾、对大陆、对世界才是好事。马协会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那所以今天不管是任何单位去举办针对某一个历史事件的研讨会，这都是属于学术讨论的自由空间嘛。为纪念光复台湾75周年，到纪念马协会5周年，中国真接以学术研讨会对台湾展开新的进攻的行动。陆委会呼吁中共当局爱务实面对现实，改变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甲台湾共同讨论和平共存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昨蔡英文总统也伫咧 Facebook 发表声明，表示无论什么人当选美国总统，咱拢会继续加强和美国的往来。早起海峡交流基金会代理董事长，就是商业界的头人柯胜雄，面对外界咧议论讲，这摆执政党敢是停了唔着平，伊也表明无论怎样，台湾就是爱拍拼加强家己的竞争力啊。美国内选开票也无结果，后续阁可能进入法律战。总统蔡英文初五伫面册发表3点声明，稳定民心，相信支持台湾已经加入美国主流民意甲跨党派共识，将来也会继续深化关系。切了蔡总统出席中国生产力65周年活动时阵，对美选议题并无作出回应。总统有机会和拜登通话吗？会邀请川普访问台湾？美选结果也牵动美中台关系。学者廖达基指出，蔡英文就任了后，较少经营甲民主党的关系。那拜登胜选，真派调整方向，也出现政府对唔着宝的质疑。金宝集团董事长也是海基会代理董事长的柯胜雄认为，拜登当选，美中关系可能会较转好。不过，不管是什么人当选，上重要也是台湾爱加强竞争力。我认为不必要这样做哈。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要有很好的竞争力。如果是拜登上来，当然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作业，当然可能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改变，可能会比较缓和的处理吧。但真正的一些政策的这种比较成型、具体或成熟，我觉得要到明年才能够做判断。中华战略竞争协会也举行美选了后座谈会，分析美中台3方未来发展。李台中分析，虽然即马结果也有变数，卡出川普连任对北京会更较强硬，卡出拜登胜利，奉行多边主义，甲中国会有更加侪合作。对台政策是毋是调整，爱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下晡上最新的消息，来讲伫咧网络接订单，才派出送餐人员去替人客服务送食室这款公司，拢是用算大的奖金来鼓励人员加接管订单。但台湾劳工阵线这个团体也公布调查，有4成4的送餐人员一工拢都要做超过12点钟，尤其业者都无承认是聘请对方，也无替人保劳保。学者就指出，这款送餐人员发生职业灾害风险，确实是真悬。为招募外送人员加入美食平台，业者设计出每一抓奖金，每一抓接单拢加成奖励，而且无上限。讲是用互外送人员轻松赚较济。按过台湾劳工阵线指出，因讲是业者伫鼓励外送人员自我不赦，因为因为问卷发现，虽然有5%的外送人员一工工作无加4点钟，按过也有30%一工工作12到16点钟。11%工作16到20点钟，甚至有3%超过20点钟以上，加起来有4成4的外送人员一工工时拢超过劳基法规定的上限。看到的是，他们的收入其实就是奠基在他们的长工时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3%，甚至有3%，他们的是每天的工作时间是达到20个小时以上。外送人员投入大量时间伫咧路顶悬咧走工作，按过问卷也显示，只有32%全职工作者家己开钱到职业工会投保，其他68%拢无加入劳保。学者警示，外送人员正咧面对新形态所谓不赦，甲独自承担高度的职灾风险。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数位化的这种劳动剥削？我认为，因为平台公司他们长期以来就是透过这种高度的弹性化、市场化的这种报酬机制，大部分的平台公司跟商业保险公司投保为外送人投保都是所谓零碎时段的保险模式。雇佣关系的没有，就是说没有做到违反规定的话，可以处这个3万元到30万元的这个罚款。虽然劳动部已经针对平台业者制定职安规范，按过目前来看，也是发不到业者，因为平台并无承认家己是外送人员的头家。另外，劳动部制定的劳工职灾保险法草案，目前也在等行政院审查，已经有工会烦恼，业者有缘会想办法来闪避。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虽然全世界拢真积极咧开发武汉肺炎的预防车，甚至咱国内也已经有3间药厂开始咧进行第一期的人体试验。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讲，若装人预防车自落去产生严重不良的反应，民众也会颠倒无信心。搁来人类将来都毋捌采用过 RNA 细胞的预防车，未来对人体会引起什么款的影响，确实是真歹料想。新冠肺炎疫情伫全球继续烧，各国拢积极研发疫苗，希望用控制疫情。国内有3间疫苗厂已经进入第一期人体临床试验。不过有专家提醒，虽然明年可能有疫苗用注，不过做了后依然存在一寡隐忧。比如做了后，若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时阵，民众可能会出现反治疗失去信心。大量的接种就会面临跟流感疫苗一样，就会出现大量的不良事件。那你很难马上厘清不良事件跟疫苗有没有关系，可是这种情况会让民众对疫苗会产生疑虑，甚至会就不打。另外，还有做了后保护力会维持偌久，无共款年会前免疫效果也无同，后续要如何调整，就会面对这个问题。不过，上互专家烦恼的是，也是第一摆使用的 RNA 疫苗。因为 RNA 蛋白质能调控真侪疾病表现，不过透过疫苗将末端 RNA 拼到细胞内底，会产生什款的细胞变化，目前无人知影答案。RNA 疫苗确实过去是没有正式的使用的疫苗是所谓的 RNA 疫苗，它的初期的临床试验看起来，确实也是有它的效果，所以。现在当然还是等着他们3期临床试验，看到底成效如何。另外，专家强调，疫苗开发牵涉到经济，假使新冠肺炎流感化，每一站啊都爱做一摆，不只是厂商会赚钱，开业医师也有收入，对国内疫苗先期产业也有好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武汉肺炎探无效，不过财政部关务署统计出，今年正月到10月，海关已经查到1563公斤的毒品。尤其去年同这项期间是拢总查到230件，结果今年却加65件出来。但财政部特别和法务部签一份毒品查缉合作备忘录，尽量要加强阻挡毒品通关的阵容。经进口健身器材，却将毒品藏伫内底走私来台湾。今年6月，国际贩毒集团为比利时藏3000公克的凯他命毒品伫健身器材内底，搁指派马来西亚姓廖10个人入境台湾的时阵，领毒品包裹。伫专案小组查缉之下，伫家人将来领回姓廖的嫌犯抓起来，搁顺线查到藏毒的快闪废物包裹。那在这个运动器材的这个钢管里头，都塞满了这个白色不明的结晶粉。慢慢去检测的结果呈现这个K他命的反应。那于是我们就将全案就是查扣，交由桃园市调查局进行后续侦办。还佫一个姓谢的查甫人利用美籍朋友买大麻，佫将513.5公克的大麻藏伫咖啡馆啊，伫去年底用空运包裹到台湾。今年1月，姓谢查甫人伫台中要领回时阵被抓，佫抓着共犯5人。虽然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伫各国退烧，不过国际毒品走私来台湾案件无减少，反倒来增加。根据财政部关务署统计，今年1到10月查到差不多1563公斤的毒品。其中凯他命823公斤，身躯原料303公斤，新型毒品有195公斤，总件数甲去年同期的230件比起来增加65件。整个来源地附近的这个方式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跟调查局都积极的在密切的分析这些趋势希望能掌握这些风险。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截取在这个关口的话，流落到我们国内伤害到我们一些青少年。为强化通商口化毒品查缉，财政部关务署甲法务部调查局共同签署毒品查缉合作备忘录，会透过集度证据交换甲资料共享，强化边境毒品查缉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台票换美金今日盘势上悬要冲到28.492，打破近来23年的纪录。上银科技的杜英才董事长针对台票一直起，过去捌讲无定工具机的工厂，明年3间就会倒1间。不过早起伊也表示，近来政府有斗消头困难，产业界的伤害较减轻，甚至真侪公司海外的收入也拢总换收欧洲票，无咧收美金了。新台币一直升挡袂牢，伫早起会期开盘无偌久，新台票就升破市场所谓的偏淮南防线28块半，盘中上悬来到28.492，升达3.82角，创23年的新高。以出口导向，国内家企业的制造大厂上运科技的董事长杜英才讲，伫最近海外迄日拢无爱收美金，改收欧元，降低汇损。长期现在还是有困难啊，你透过外汇的一个管理啦，就是尽量把你的资产变成比较强势的货币，把你的负债变成比较弱势的货币，把它转成欧元，那相对来讲，它对美金还是强势的。那新台币汇价继续升，台股的表现也袂歹。受到美国连续几落天收红，道琼大起500点，台股也开悬行悬。台股伫咧盘中，悬点是挖滚13000点，听得出股汇拢起的情形。虽然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还未出来，外界担心台美的经济贸易恐怕有变数。不过，伫早起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美国的总统大选不管是谁人当选，台美依然会继续合作。台美的这种战略。经济合作，还有供应链的这个合作台美关系的好是双方互利的，那这个应该都持续下来。对于明年的经济，大部分的企业家拢真乐观，认为会比今年较好。不过，新台票若是继续升，恐怕成这经济成长的变数。因为台湾的经济是出口导向，若是收袂掉28块，台票继续升，汇损恐怕会甲台湾的经济成长拢正掉。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刷落南来讲，高雄市的28公园内底所设的纪念碑，当初真侪爱耍厨房的人去遐咧练。民众也认为讲，这对28的受难者确实有不敬。总是主管机关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也表示讲，虽然目前看起来纪念碑损害含人来耍厨房较无牵连，总是这款行为有影无解妥当。对石碑顶搭着骨棒出来，搁在表演高难度的中臀跳动作。动作虽然真专业，也毋过选唔到所在。表演所在竟然是伫咧高雄28纪念公园的碑文顶。实际到公园看，纪念碑有破损，民众也认为伫咧遮出骨棒对受难者真不敬。破坏的那个都是他们搞的，他们就一个在后面，一个在前面溜啊。毕竟这个是纪念那一些228受难者的地方啊，比较不适合这个。民众讲，只要是拜六下昼过了，就定定有人伫咧遮耍骨棒，伫纪念碑附近耍特技。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讲，因为这个所在较庄严肃穆，虽然是开放空间，不过做这款激烈的运动也实在是无适合，已经请警卫定期到公园巡逻。石材造成的损伤，可是厂商判断的话，应该是一些旧的痕迹，我们会陆续做一些修补。博物馆这边也会就近做一些巡逻，然后如果发现就是民众再次发生这种不知切的行为的话，我们也会通报相关的单位去做一个检举。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讲，民众若是有极限运动的需求，会当去林武区的极限公园，若设备好也较安全。伫咧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碑较无适合，也毋过这也看出嗰边的道德教育也该加强。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花莲市大东街遮有的住户，近来接到水道水单，6月到10月这站期间，竟然要纳甲几万块。这的住户也推断讲是公所咧建设人行步道的工程，造成地下水管逼开，才会漏水。证人也表示，这条公所就要出来负责。花莲市中山路甲大东街口几落10铺的水钱，自几落百块增加到几落千，上限的是自6月到10月2期的水单就超过16000。自来水公司大故事请大伙查是不是有漏水。它正常的话大概100块左右吧。8月份的水费那时候4000多，然后一直没处理到现在10月份的水费1万多吧。因为附近公所伫咧做人行道的施工，有大户怀疑是施工造成水管破，有一寡民众不爱纳水钱，要求施工单位爱负责。自来水公司真歹做，公所讲会会动相关单位检查。我们是以水表来做区分，那外线的部分是属于我们公司来负责，那内线的部分大概就是由用户自行来负责。自来水公司后续会配合我们花莲市公所会勘，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有没有可能说，如果不是民众他们所造成的状况，那由厂商或自来水公司大家来做一个经费的一个这样的补助？为了惊讲会继续漏水，自来水公司目前将水关起来，附近的民众只好用地下水，生活真无方便，要求公所赶紧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看台北市，去年有学者伫咧大安松林公园的生态水池，发觉人去放野生的花斑井水虾。目前研究出这款变种的虾会慢慢甲水草剪掉真济，破坏火金菇会去叶的场所，火金菇也就安尼煞哪来哪少了。研究人员为生态池揪出掠虾的人啊，得出数量未少的后虾，这后虾身上有明显的大理石纹路。伫去年就已经发现入侵大安森林公园的生态池。研究人员指出，这种后虾会当家己来生殖，无需要公母的配对，一只就会当生囡仔，繁殖能力非常惊人。因的出现嘛，造成真无简单、复育成功的火金菇数量减少。它会去减掉我们生态池里头这一些珍贵的水生植物，而这些水生植物的消失，都会造成萤火虫栖息地的破坏，进而减少萤火虫的数量。目前初步发现，大安森林公园除了大的生态池以外，其他4大的池仔拢发现因的影子。逐礼拜用掠虾人啊，大约会当掠到200多只。虽然透过移除，互数量甲体型拢变较细，但是要完全甲伊根除是无可能的任务。
从以前的 case， 从学理来看，事实上只能到达可控制的低密度，而无法根绝。我们也跟基金会讨论，是不是我们就是把水池放干，然后用那个净化水池的方式来处理。专家表示，就算把水全部放好大，代理石文后写嘛是会当伫6公暝仔内底生存，所以认为要彻底嘅消灭是已经无可能。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是呼吁民众唔通阁乌白野放，造成生态灾难。记者林曾志成台北报道。再来讲，林务局南投林管处的人员，当伫咧山内发觉一只受伤的台湾山羊啊，赶紧送去南投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治疗。专家也指出讲，台湾特别种的这款山羊近来保育了有成功，确实啊愈来愈接看会到了。这只山羊出现伫咧山路的，林管处的人员看到是真欢喜。这是台湾特有种长鬃山羊，不过伊行路脚步无啥载，行无几花就倒伫咧涂骹，看起来是真虚。林管处的人员先甲伊补充水分，惊伊寒着，搁甲伊架外套，做伙等救援的团队到位。抓紧，喂，不是，这个，对，过来。初五，南投林管处的人员伫咧南投信义近大林道17.3公里的所在，发现这只台湾长鬃山羊，角有断去，而且受伤，推测可能是为山坪摔落来。最先当然我们就是安抚这个山羊的情绪避免它有紧迫，让它做一个保定的工作。这只长鬃山羊送上去南投特生中心，目前状况稳定，不过也要进一步观察。台湾长鬃山羊又搁号做台湾野山羊，是属于台湾的特有种，本土野生牛科的动物。伊的特点就伫咧脚趾边有深色的毛，而且生活伫咧海拔1000至3000的山区，嘛因为会当适应山顶真佳的环境，所以青菜出现伫咧山区。学者指出，这显示高山森林保育渐渐看到效果。只要到山区里面去，看到的岩壁如果没有长植物的话，那都是长鬃山羊在上面吃咬啃食的，没有在猎捕做商业的行为的情况下，最近这10几20年来，它数量繁殖的非常的快啊。杨国正指出，包括海拔600至700公尺的山区，渐渐拢会当看到台湾的长鬃山羊。这显示林相稳定，会当提供因食食的来源，而且人类的猎捕嘛渐渐减少，加做保育效果的指标之一。记者综合报道。赶紧过来关心教育，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公告，明年开始，包含屏东大学、台东大学，拢总11间较遥远的地区的国立大学，拢总会开出伫咧个人申请这门有517个名额，优先就近录取在地弱势高中学生。为处理经济做拍算，潮州高中学生陈胜博3年来拢伫学校做山工，因为成绩平平，无法度考到南部国立大学有兴趣的系所，伊只有上台北读私立大学。高中的学务主任讲，校内这款学生真多，知影明年屏东大学个人申请要开70个愿景计划名额，感觉真欢喜。我们的低收入户跟中低，你看那个比例，几百个啊，那么够因妈啦，够因哥啊，够因乡，够因伯啊那一种，所以那还可以照顾家庭啊。屏东大学表示，愿景计划会优先接受屏东甲高雄的弱势学生，也是有特殊境遇的学生。注册以后，会阁有亲近计划提供奖助学金，因为是个人申请，所以学测的分数会交各校系来定定。比较着重他读书的计划，然后他未来的形象的发展，所以大家不会那么严格的要去说他的那个学测要多高，或者是他统测要多高，但是也当然不能太低啊。包括屏东大学明年11间偏远地区的国立大学推动愿景计划，提供517个名额。台东高中校长蔡美瑶欢喜看到弱势学生加一个升学管道，也认为愿景计划让学生对未来有愿望制度更较好。很多在偏乡的小孩，他们会想要在读完高中，想要到外地去踹看，就是他对于未来职涯的想象远超过这个刺激的需求，他可以留下来。蔡美瑶讲，学生看到未来发展的可能，会更较有意愿留来读册，可学习到的知识投入产业升级，也是对大学甲高中合作，协助高中学生规划未来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台南后壁的无米乐稻米促进会，为着要推动地方的农产品，促进观光发展，这几年拢会举办活动，招大人囡仔做伙伫田里耍，来佚佗，体会田庄的生活。
规片的朴素局当咧开，边仔阁有农民无用咧驶山鸟种地，另外一边是金竹咧变稻草人。这是台南市的后壁区，是台湾米主要的产地。为着要推广在地米，阁有推动农业经济甲观光发展。无米乐留米促进会开始举办真济体验活动，电感算真大，就是其中之一。这点心拢是咱这70、80岁阿嬷所做出来的一个古早味的一寡点心。逐年的电感算真大，拢会设计一系列的农观活动，结合在地农产品，互大人囡仔拢算甲真欢喜。嘛有在地艺术家做的稻草人花灯，通好欣赏。让大家吃到最传统的米食点心，除外呢，也会感受到在花海当中去做用餐，让人家感受到说土地跟人的那种亲密关系。定东社区的总干事张美雪希望邀请大家来到后壁区，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当体会到田庄的生活，感受到人甲土地之间的感情，也会当体会大自然的美妙。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县长者有社区这站当伫咧举办故乡菜交流的活动，望要互对无同国家来的新住民，用家己故乡的手路菜，互相来交配感情，也分享异国的料理。灶骹一阵一阵酸酸搁咸咸炒菜香味一直闻出来，这款的香味，互人喙暖是强要顶落来。因若这一天的总铺是这个为中国乌南来的新住民，伊当伫咧煮因故乡好食的料理，这嘛是伊的手路菜。今天做辣子鸡、酸菜鱼，那个肉末炒酸豆。这边我们算湖南菜啦，最特别就是又酸又辣。辣呀，这是纯粹的辣，不像四川那边有麻，我们这边就是纯粹的辣的。外国料理的活动，互新住民用因上界熟悉故乡的好滋味来消解伊家己，会当互相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来做交流。这已经做妈妈的新住民。因亲手煮这的菜，就是要让大家吃到上界正港的湖南料理。其实这个活动我们办了约2年了。那我们主要把我们社区新住民的姐妹，把越南、泰国、中国的姐妹，然后大家集合在一起，以料理来交流。那我们也透过料理认识他们的文化，认识他们的美食。那因为新住民姐妹她们在这边可能嫁过来都需要赚钱，那我们透过这个平台，让他们吐露心声，然后跟我们社区更多姐妹当好朋友，不是只有工作跟家庭，然后也融入我们台湾的文化跟那个环境。园长乡新住民的姐妹非常的多，那所以成立了新住民的窗口，那由我们新住民姐妹来担任讲师，可以让他们更有在地的认同感跟成就感。那也让姐妹呢可以互相的鼓励，那大家互相的照应。日久他乡是家乡，这是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新住民姐妹融入我们的社区，那也让社区的住民呢更加的关怀，然后更加的来关心我们新住民姐妹。透过外国料理的活动，这个料理就亲像咧小解因家己故乡的老朋友同款，甲家己上界熟手、上界少年的好滋味，分享给新的朋友熟悉，进一步产生互相信任的感情，互台湾加做因第2个故乡。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来讲东螺，真侪朋友听到东螺，拢会想到新明生老礼拜。毋过有一组特别通过国际标准音阶认证，人称佛摩萨之音的东螺，打当伫咧台湾唯一的台语文创意园区发挥作用。经营园区的周清玉董事长话讲，未来这组东螺佫通和合唱团做伙演奏，推展台湾歌谣迷人的所在。不过，介有雅气的东螺声响起，你敢有听出来？这条是台语的经典乐曲《望春风》。计共25面的螺，虽望百姓看起来平高，不过逐面都拢符合国际标准的关键音，唔但会使独奏，也会使合奏。老师讲，这个东螺有2个8度、12个半音，半音阶就是伊上大的特色。含钢琴无共，钢琴的半音是摆伫顶悬啦，但因为这个茶的关系、调的关系，所以呢，哆、啊升哆、
好，再来蕊，好，升蕊，咪，好，发半音，升花叠对，好，再来嗦，好，再升嗦，再来拉，升拉，好，西，哆。今年8月份，台基本创意园区引进吴宗林老师所设计的灯笼，甲因放伫咧多功能馆，希望社有兴趣的民众进入音乐的世界，用台语学弄锣。逐礼拜二透早，园区的志工也会踮遮练习，未来拍算结合合唱团和钢琴，伫咧园区演奏台语歌。因为我本身对音乐有趣味啊，其实委员创立这个园区的目的吼，伊除了想要推广这个咱的母语台语啦，吼，要发展咱的台语啦，吼。其实伊阁有另外一个足大的目的，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咱这个社会是符合孝义的社会啊。负责经营这个台湾唯一的台语文创意园区，前中华馆长，也是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讲，园区成立到达2年半，平均每个月拢有3-4千人来遮行踏，虽望一年会办20-30场的活动，不过伊认为要推展母语路，也阁需要侪人的觉醒。你敢若知影去学外国的物，结果家己的价值本质无去，迄是足危险的代志。有发展法，足侪人也阁无了解，所以迄个整个意识的觉醒，就是讲对家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这个价值的重视、的觉醒的要紧，这是一步，阮应该足认真去推的。为着要经营了搁较久长，园区也有一半的范围即阵当伫咧整修。周清玉也期待未来园区会使整合台语的教育、文化和民间企业，让这条母语路愈行愈开阔。记者阿敏真张玉水综合报道。过来讲，墨西哥的毒品犯伫全世界是反行直长。当因的军方也将过去侦查毒贩的证据，拢总收伫咧毒品帮派博物馆。咱也来看卖。这是墨西哥著名的毒枭外号叫 A 仔古兹曼8英过程，顶头拢是泉州一个移民的宿舍。古兹曼伫去年被判终身监禁。这个情是另外一个毒贩集团的老大阿曼多卡利亚后裔的。卡利亚伫1997年做整容手术失败时阵过身，敢若是一支黑帮老大因过程，就让讲出墨西哥毒枭的真侪故事。Autoemulación y también una especie de veneración de su propia personalidad que hace que los capos tengan ese tipo de gustos exóticos. Bueno, ahí está la famosa espada que tenían los caballeros templarios, pero los templarios también hicieron una pequeña estatua de Nazario Moreno. 这是墨西哥市国防部办公室内边的毒帮博物馆，自各种的毒品、黑帮使用过程，贩毒集团老大的穿插打扮。使用过枪、手机啊、食品，抑个当地队列通缉的选择的报道。因过毒帮博物馆1986年设立以来，唔捌公开展示过，而是提供给军警人员对帮派心理抑个犯罪手法做研究。Manera en que el personal dedicado al combate al narcotráfico tiene argumentos, elementos para hacer operativos, para elaborar inteligencia. 这位被防罪毒枭姓林的马福迪是毒贩因心中的守护神，因相信马福迪唔来让保庇因贩毒事业顺利，甲军警的战斗会当牺牲，袂互人抓到。不过马福迪其实是20世纪劫富济贫、勇敢反抗政权的人物，要下说互毒贩集团神计化。不过伫博物馆内边，伊的作用是互人了解相关历史。Debilidad por las armas con incrustaciones de diamantes, toda la imaginería del narcotraficante mexicano, pues más o menos se refleja en ese museo. 毒帮博物馆的展出品真多，已经用10个大厅来猜，以后抑个会扩大，因为只要有新的犯罪手法出来，拢会被记录保存。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我今行卡到，咱来看各县市气温的资料。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26度到32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5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5度到29度；今仔平湖21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下礼拜咱再会，多谢。